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佮我可伊免互伊成。即点咱三角来念圣诗，圣诗15首，圣诗15首，万有光明极美丽，万有光明极美丽，完美无论大小。上帝创造万类，充满奇妙智慧。春天烧落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园内成熟的果子，逐项是主造伊。即点咱三角起立来念。咱三角用新的界面来做咱使用的告别。新的界面伫圣诗头前12页，显着咱一声来念：你要尽心尽性一意，仰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下三亲像是讲，你要听主伊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门我甲先医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要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要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角来启用上帝话，咱要启用的经在记载伫启用文30篇，启用文30篇，也就是记载诗篇121篇，伫圣诗后壁面1053页。启用文30篇，显着咱三角来启用。我举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遁面。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叫你脱离逐款灾难。
也我属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自己到天晚。即粒咱三个额头来祈祷。我了至圣至悬的主，阮的天父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力量，支持阮，扶持阮，互阮伫过去的一礼拜当中欢喜快乐的时阵，你甲阮同在；伫阮无欢喜的时阵，你也是阮的快乐，叫阮重新振作起来。当阮心陷绝境的时，你是阮的拯救。甚至当阮沉迷伫罪恶当中，你犹原来拯救阮。感谢你对阮的不离不弃，主啊，你是阮独一的真神。阮现在伫敬拜学乐中，求主你临到阮，互阮伫敬拜中得到圣灵的充满，甲灵命的更新。阮要学乐感谢你，宇宙全能的上帝。阮也要伫敬拜中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不足。你从来毋捌对阮发出一句怨言，你只会讲袂出的吐气，求圣灵更新阮，也除去阮心思意念的杂质，无搁再有任何空间互罪恶来侵入。主啊，也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心中的忧愁来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一切的过犯，用宝血洗清阮，互阮伫你的面前重新得到力，学习谦卑顺服，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上。亲爱的天父，阮也要感谢你，阮也要献上阮的感恩，感谢你伫阮人生的道路上做引带甲我靠，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你的恩手总是无离开阮。也感谢你带领教会到今仔日，保守兄弟姊妹伫信仰中三扶持，同心侍奉。也感谢你赐了属灵的恩赐，互阮今仔日会当同领圣餐。搁一届求主耶稣基督，搁一届纪念主耶稣基督为阮流出宝血，成就永远的救恩。愿这个饼甲这个杯，互阮的信心而坚固。也愿这个灵提醒阮常常省察家己，无看见主你的恩典，是立志伫生活中见证基督，彼此伫主里同一家。主啊，阮也将一切祈求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为阮人生进前的道路来指引方向，互阮伫选择甲决定中无靠着放弃，乃是专心仰望你的恩传。阮也为着要今仔日召开的中职会甲小会，阮也求你赐了合一的心，互众人谦卑讨论，为着将要到来逐项所做的事工，拢会当合你的心意来荣耀你的名。天父上帝，阮也特别为着失去至亲的兄弟姊妹来祷，你是安慰人的神，你也知忧伤的心灵，求你用你的话来扶持因，互因伫悲伤中来得到平安，伫黑暗中见到光芒。也愿基督搁我的光芒，为因的心内力量，知影你内面死亡毋是结束，乃是进入永远的荣耀的开始。亲爱的主，愿阮所献上的敬拜甲祈祷，拢蒙你的接纳。也愿你的圣灵伫阮当中同工，互阮伫今仔日的聚会当中会造就甲更新。恳求你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点咱会场要三甲来学乐，今仔日学乐的圣诗记载伫303首。主，我要学乐你，参咱起立三甲来念。
今日看经章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15章第1节到27节，旧约出埃及记15章第1节到27节，本记载伫86页到88页，白话汉字本伫74到76，现代中文译本伫88。出埃及记15章第1节到27节，显着我用白话汉字本来读。迄时摩西甲以色列人唱即个歌，俄罗耶和华讲：我要唱歌俄罗耶和华，因为伊至悬至大，从马甲骑马的迄伫海中。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罗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耶和华是战士，伊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甲伊的军兵，耶和华ฮ็伊伫海中，伊特别警的军长拢沉入红海。深烟看因，亲像石头坠到深的所在。耶和华，你的正手展出能力，得到阳光。耶和华，你的正手拍喙必得。你发出大威严，车倒遐起来会攻击你的。你发出大受气，烧火因亲像烧草。你发出天中的气，水着冲哪悬，大水徛起来亲像规堆海中的深水坚定。对着讲，我要对因，我要约着因，我要分所抢的物，我要伫因来祝我的心愿。我要拔刀，我的手要灭因。你一个喷风海，着砍捌因，因亲像盐，沉伫大水中。在耶和华，这个上帝中间是水会亲像你，是水亲像你，至圣通阳光，威严通学罗，行出奇事。你伸出正手，摕着吞灭因。你用你的慈爱，带你所救赎的百姓；你用你的权能，带因入你圣的所在。列邦听起就摇带，徛起伫非利士地会拄着痛苦。迄时，伊当的族长王爷、摩押影响的人，至到摇带。迦南地徛起的百姓，心拢烧痒。王爷惊吓到伫因，耶和华，因为你的手会大权能，因定定亲像石头，向好你的百姓经过，向好你所拄着的百姓过去。你要带因入去，在被迄伫你的产业的山，耶和华就是你为家己所备办徛起的所在。主啊，这是你的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因为法老的马甲伊的车，伊的马兵到伫海中，耶和华互海水泛滥，也灭因。独独以色列人伫海中行大地，亚伦的大水，女先知米利暗，手里举玲珑鼓，正妇女也对伊出去，玲珑鼓举玲珑鼓跳舞。21节，米利暗互所唱的讲：恁着唱歌学罗耶和华，因为伊至悬至大，将马甲骑马的迄伫海中。摩西带以色列人对红海进前行，因出去到属灵的旷野，伫旷野行3日，找无水。到玛拿时，玛拿水袂啉得，因为水苦，所以名迄个地叫玛拿。百姓就对摩西哀怨讲：我要啉啥物啊？摩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伊一丛树，伊就迄伊伫水里，水就变干。伊伫遐为因定律例、法度，甲伫遐试验因。搁讲，你若伫意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声，搁行伊所看最合意的事，留心听伊的诫命，守伊一切的律例，就我互埃及人所拄着的破病，的确无互你拄着。
因为我也有欢喜伊伫你的。因到伊林伫遐有12个水泉，70丛藻树，因就伫遐水边扎营以上。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面对人生的悬低起伏，咱请牧师。各位孩子，大家平安。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的主上帝，愿感谢你的引带，互阮会当组织做伙，伫即个所在，伫即个奉你的名建立的西湖教会中间，愿同心学罗你敬拜你。主啊，常时阮也听见你透过圣经甲阮讲的话，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阮也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你的圣神也开阮灵性的目睭，互阮会当对伫你的话，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圣神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咱拢坐过云霄飞车，有人将人生比喻做云霄飞车，就是讲云霄飞车行过的路径，悬悬低低，阁有峰回路转，甚至阁会斜360度。但是最后，咱总是会返去咱原来出发的所在。人生也是充满悬悬低低，有时阵，互侪人会惊吓，毋知影怎样做；有侪咱经验到会惊要害的代志。但是就亲像云霄飞车，真侪咱的惊吓，咱的即个烦恼，常常拢只是表面，亲像云霄飞车共款。因为往往到最后，咱阁会返来原来的出发点。但是咱得到啥物，就亲像坐云霄飞车对无？咱坐过云霄飞车了后，会感觉啥物？哇，真刺激，真好耍！我拄得惊要害，但是心脏要定迄种感觉哇！有时阵咱可能在座咱有年纪啊，咱少年的时阵，拢会甲朋友讲。你坐迄有够刺激啊！真好耍，迄别位无。所以悬悬低低返来起点，但是咱若会当享受到迄个过程，往往就亲像坐云霄飞车共款，充满真美好的回忆。当然有人也真惊云霄飞车啦，真惊迄种感觉，讲我心脏挡袂牢，以后无爱坐啊，嘛是有可能。但是至少，咱坐云霄飞车回到起点，咱毋是戆啥物拢无得到，咱得到真多。不过就在伫讲，你敢介意迄款云霄飞车峰回路转、高高低低的迄款的过程？所以咱多看到出埃及记第1节到第27节，这规章15章规章，咱看到头前第1节到21节，敢是以色列百姓经验到上帝带因过红海，将大水分开，以色列百姓顺利行过去，然后埃及的战车军队要过。上帝予水，佮引转来，消灭了、镇压了埃及的军队。所以这当阵以色列百姓处于信心的高峰，因为因拄啊经验到、拄啊亲目看到上帝的大气力、
是赢过埃及真强的军队，佮上帝的疼甲恩典，带领以色列百姓会当平安经过红海。所以摩西讲啥物？摩西的歌是讲着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到伊。是我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耶和华是战士，伊的名是耶和华。哇，信心十足。然后米利暗是安怎唱？讲恁着唱歌学到耶和华，因为伊气悬气大，将马甲骑马的迄伫海中。信心十足，信心100分。但是出埃及记15章，真需要咱注意着，就是伫22节开始是安怎？煞接就是以色列百姓对信心100分，马上落到信心无去价。咱讲信心的谷底，为虾米？因为煞接就是经历旷野3天无水通啉，所以咧，因到迄个所在无水通啉，然后找到的会当找到的，敢若啥物苦水，所以迄个所在叫做玛纳。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真艰苦、辛苦、真苦、苦毒。这叫做信心的高低起伏，甚至有时阵，咱经历到上帝的帮赞，咱信心100分，但是马上咧，咱就拄到真大的挑战。咱敢有就亲像以色列百姓共款，100分一拄到代志，咱信心马上落到无去价。不过，出埃及记15章，咱看到最后，上帝并无互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无水通啉来死去。上帝是回应着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的祈祷，所以咧，上帝指示摩西一丛树，互伊将即丛树等伫水中，互水变成甜，互以色列百姓通对伫玛纳的水来止喙焦，来保存因的性命。写着即个描写讲，上帝只是摩西一丛树，搁爱叫伊将即个树放伫水中。其实这有可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为虾米？咱在座可能有人泡茶30当前啊，30外当前，敢是泡茶的人真爱买虾米？迄当阵真贵，麦饭石，对无？泡茶的时阵，泉水内底等几粒麦饭石，然后咧，大家就讲水若安尼惊水的时阵，等一寡麦饭石你泡的茶特别甘甜。对无？咱在座应该30年前就开始有人泡茶啦30年前泡茶迄当阵流行麦饭石，甚至30年前麦饭石有够贵。迄泡茶的时阵迄泡茶的长辈讲，这麦饭石这偌贵，愈偌贵当然，即卖麦饭石，甚至以前是生理人炒作啦即卖麦饭石就像到处拢有啦甚至。罕伫看到有人继续泡茶、喝水、放麦饭石，因为即马滤水器内底会滤芯就有麦饭石。不过这就互咱讲，会记住就是上帝伫玛纳指示摩西一丛树，爱摩西将即丛树等伫玛纳真苦的水内底，将苦水变成甘甜的水。上帝透过安尼回应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的祈祷，这代表上帝的疼痛。只是讲上帝伫命令摩西安尼做的同时，伊爱甲
以色列百姓约束，约束啥物？就是爱听从上帝的诫命，听从上帝的命令，听伊的话，安尼上帝就会保守伊的百姓。所以经过即个苦水的试炼，上帝就煞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有12个水泉，甲70丛枣仔树的以林。这嘛同款，就是互咱看到人生，敢毋就是安尼，悬悬加悬悬。但是上帝伫遮甲咱讲，无论现况怎样，无论拄着的困难是偌大，听从上帝的话，遵照上帝的命令，上帝就会保守咱。这是15章出埃及记15章是安尼甲咱教。所以咱就想到，咱就来回想，咱面对着人生悬悬起起落落，所以咧，旧约传道书3章的一开始，敢毋是就安尼甲咱讲啥物？天下万事拢有伊的期，万项事拢有伊的时，有出世的时，有死的时，有栽种的时，有põ出所栽种的时，有胎死的时，有医好的时，有拆毁的时，有起造的时，有啼哭的时，有好笑的时，有哀惨的时，有跳舞的时，一直喺讲万事拢有定期。但是传道书安怎做结论？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真做美好。总是安怎？人袂为测度，人袂为测度。所以咧，传道书是建议啥物？建议讲，搁人人也食也啉，伫伊一切所乐乐的来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当然，这会有一寡人无读全本的传道书，会讲这是享乐主义啦吼。啊，你着享受，你着规工伫遐佚佗享受就好啊。毋是，啥物叫做享福？即个啥物？万项事拢有伊的时，这表示讲有好事有歹事。啥物叫做享福？啥物叫享福？这个讲转来就是即个月。8月、9月，一直喺强调的是啥物？任何的事若无上帝允准，绝对袂发生。任何的事的发生，拢有上帝所允准。但是咱常时也知影，上帝是听，所以万项事拢有上帝的旨意伫中间。咱要安怎来承受？安怎面对？咱行过了后，要留落啥物？就亲像云霄飞车，当然这讲这较极端，因为有的人真正心中挡袂牢。但是云霄飞车坐过了后，咱留落啥物？转来起点啊，坐一抓转来起点，然后咧，咱敢是嘛是会当亲像少年人共款，讲哇好刺激哦，哇！虽然讲伊当阵惊要害。但是这一趟下来哇，前所未有的刺激感，真是太好玩了。也是讲你坐了后，你煞一世人就对这个游乐园的游乐器材产生了恐惧感。你讲哇，惊要害，就算讲这是真安全的迄个游乐器材，你讲顶件我坐迄个云霄飞车，惊要害以后拢无爱去游乐园。上帝的旨意，拢有伊的意思伫个。这在伫咱要安怎来看待上帝的旨意？所以第一，既然人生有顺境有逆境，有起起落落，当咱伫顺利的时阵，大先
欢喜阿罗来赞美主，阿罗主赞美上帝。出埃及记15章，互咱学习怎样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大圣当然咱爱阿罗上帝，咱爱用欢喜来阿罗上帝。当咱伫顺境的时阵，这无啥物毋对，这无啥物毋对。应该欢喜，就是爱欢喜。咱的肢体有欢喜的事，咱做伙来欢喜，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做伙感谢上帝，这无啥物毋对。亲像以色列百姓，互上帝带领，平安过红海了后，摩西甲伊的大姐米利暗用诗歌阿罗上帝的大气力，阿罗上帝为着以色列百姓来征战，搁来镇赢。摩西甲米利暗，算作是咱的一个真好的一个模范。当咱顺境的时阵，咱就欢喜阿罗主宣扬伊的圣名，互众人知影上帝是安尼来听咱。所以伫阿罗的中间，亲像摩西甲米利暗唱出上帝奇妙的作为，表明对上帝的信靠。这就是咱敬拜上帝的诗歌，也是感恩甲信仰告别的诗歌。咱无需要有病呻吟，咱无需要有病呻吟。上帝真正至少保留咱的性命，咱就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至少互咱会当平平安安，大家组织做伙，为着安尼。咱就感谢上帝，为着上帝保存咱，伫即个内湖遮尔发展的所在的旧社区，公寓阁是2楼，毋是1楼。上帝犹原保存咱，咱人无济，咱会友无济，但是上帝保留咱，保存咱到即马，这嘛是爱感谢上帝。搁来，当咱伫顺境的时阵，咱也爱准备好面对挑战。因为既然人生起起落落，咱知影，咱袂当满足伫现在。因为上帝互咱起起落落的人生，毋是白白来互咱的，伊是爱咱。行过人生起起落落，会当转变成做咱的成长，咱莫袂记住。会当安尼讲，上帝毋是爱咱永远只是徛伫一个小山的山顶，伫遐欢喜就好，咱莫袂记住。山以外，搁较水。搁较悬的悬山，咱莫袂记住，就是咱所面对的挑战甲试炼，其实往往就是伫胜利的山骹，伫胜利的山骹。咱讲万事起头难，咱爬到一个小山的顶面的时阵，咱知影山阁有山。所以咧，咱就爱备办有搁较大、搁较水的一个山。虽然讲即个山是挑战，但是咧，山顶有搁较水的风景。所以咱真侪人袂当理解，就是爱爬山的人。你会感觉讲，尤其我讲的爬山是迄款迄爬真悬的山，迄需要真侪设装备迄款的爬山，咱会感觉讲好好日子无爱过。啊，拄着放假，甚至休假，派迄真重的物件去爬山，然后咧伫山顶用瓦斯炉起火，然后咧安怎煮拢袂熟。
你伫山顶去迄个用家厝咯，坐煮泡面会安怎？常常会感觉讲那安怎煮拢袂熟，面拢定定，因为气压的关系，但是咧，爱爬山的人就是享受迄款，我辛苦到后来，我爬上迄个山顶，然后哇，我挑战了自己，然后咧享受到别人享受袂到的迄款的风景，所以莫袂记住挑战甲试炼，往往就伫胜利的山骹，期待咱会当去克服遮个挑战，行过遮个试炼，然后到伫一个真悬的关山，看到搁较水的风景。所以咧，彼得前书讲啊真好。彼得前书4章12节13节讲：所听的兄弟啊，伫恁中间所有亲像火的试炼，毋通奇怪，伊独就因为有分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互恁也伫伊荣光显现的时欢喜快乐。所以，才会互咱会当知影，即句其实是网络顶面看到的。挑战与试炼，往往就是在胜利的山脚下。咱对比伫彼得前书4章12节、13节。所以伫咱顺境的时阵，爱准备好面对挑战。这是我临时想到以前的军训护理课本。当然我无上过啦以前搁安尼即个还要大家拢安尼处变不惊啦搁爱三不五时搁爱去打靶打靶的时搁爱行路以前打靶敢是伫迄个新店迄附近咱台北市打靶敢是平林啦小平信义计划区信义计划区因为我是当初真细汉，我毋知啦我知影讲迄真偏僻的所在就是安尼当咱处伫顺境的时阵，备办好，爱面对挑战，亲像过去以来咱备战而不求战处变不惊当然，伫咱逆境的中间，咱爱注意到啥物？当咱伫逆境中，咱爱做的是祈祷，咱莫埋怨，因为拄着困难就埋怨。这就真做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的时阵，上无好、上危险的一个歹习惯。当然，以色列百姓因为经历过伫埃及地做奴隶，有人讲，这可能是咱所讲的奴性，因为这个受人苦毒做奴隶的经验，互因煞变做真熬埋怨，拄着困难就埋怨。但是出埃及记教咱啥物？以色列百姓埋怨，带互因的是搁较侪的痛苦，是搁较侪性命的损失。所以咱若继续读出埃及记，咱就会看到啥物？这变做一个循环，是当圣经讲到以色列百姓伫旷野中间犯罪，其实源头就是这。就是伫拄着困难，是拄着挑战，第一个要做的，毋是求上帝，第一个要做的是埋怨，怪东怪西，怪天怪地，怪别人。到后来咧，哪来哪严重了，咱就看到以色列百姓因熬埋怨，结果干那埋怨，得到的是搁较侪的痛苦，以及搁较侪性命的损失。但是咱就爱想，甚至对伫一寡基督徒，
为什么拄着困难的时阵，祈祷比埋怨搁较学来做会到？咱搁爱想，敢是对人埋怨比对上帝来求讨，搁较会当容易来处理着困难吗？当然毋是嘛，当然毋是。尤其对咱基督徒，咱有信仰，咱相信上帝的人，咱若拄着代志对人埋怨，煞毋是对上帝大声祈祷，这煞变做咱信仰真大的盲点，甚至咱开真侪时间伫遐对人埋怨，然后无任何一个人爱听别人埋怨。结果反倒转拍歹人甲人的关系，甚至埋怨到后来变做啥物？听你埋怨的人，煞变做你指责的人。这常常伫人际关系中间，我想大家经验比牧师搁较多。所以为什么咱讲协谈者到后来有时候都要适时的抽离？为什么？咱讲到迄个心理协谈啊，咱在座应该有人知道，心理医生到后来，这个医病关系要结束之前，安怎做一个了结？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变成这个寻求心理医生帮助的人，什么？依赖，以这种依赖到最后，医病关系都会引起冲突。所以伊会事先讲着，好，今仔日是最后一个协谈，最后一次协谈。那之后有什么问题，再寻求挂号，可能过程当中会有比较多的密切的互动，到后来一定爱有一个，这个协谈关系的宗旨，这是非常重要。但是咱讲到咱基督徒，咱真正爱知影，就是向人埋怨，未比对上帝祈祷搁较有功效。所以，咱爱对伫出埃及记爱学习着，就是咱真容易犯着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类似的歹习惯。咱既然知影这是歹习惯，埋怨的歹习惯。咱就要学习用对上帝祈祷来代替对人的埋怨。搁来伫逆境的中间，咱爱做的是啥物？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伫出埃及记15章的最后讲到讲，上帝指示摩西一丛树。然后爱摩西将这丛树等伫苦水的中间，互水正做甘甜。其实咱会当理解的是啥物？这丛树，咱知影伫旧约，尤其是出埃及记中间，伫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伫旷野40冬中间，有几若遍上帝指示摩西安怎来解决百姓的问题，拢会讲到树啊，出山茶，然后十字架是茶做的，所以伫新约时代，就算耶稣家己也会用这旧约所讲到旷野的中间的茶树啊，来预言伊钉死十字架的过程。所以摩西将苦水变成甘甜的这丛树，会当了解真做预言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面。就亲像摩西将这个树、这丛树
等伫苦水的中间，将苦水变成甘甜的水。耶稣的十字架，也将世间人永远活伫罪恶甲死，迄款的凄惨，转换变成啥物？咱会当活伫上帝的疼的中间，活出生命的甘甜。耶稣的十字架，本来对人来讲，迄是一款刑罚，是一款真见效的上灯。大真可恶的歹人，较互罗马政府顶十字架，但是耶稣顶十字架，互十字架转换，对伫见效成做阳光。因为十字架就是上帝快乐的显现，所以弟兄兄姐，当咱感觉无助、感觉失望、感觉无力的时阵，咱爱知影，迄个受钉死伫十字架，然后搁活的耶稣，就是咱无助、失望、无力的时阵，咱所需要注目仰望、甲思想的迄位。所以弟兄兄姐，讲到人生的低潮，咱爱了解，这是上帝予咱真宝贵的学习的机会。亲像希伯来书12章第2节、第3节所甲咱讲的，着主神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忍受十字架，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边。伊吞忍歹人，亲像安尼行逆伊，忍着上伊，免得忍的心失志来亚身。所以无论顺境逆境，咱爱注目伫耶稣的十字架。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圣经出埃及记15章，你透过摩西甲米利暗胜利的诗歌，互阮学习到，当阮因为你的带领，阮伫顺境的中间，主啊，你提醒阮。爱满心感谢你，爱大声学乐你的圣名，为你的大快乐、稳定疼痛来做见证。但是你也透过整个出埃及记15章，你互阮知影，顺境逆境、关关家家，这是人生的过程。你也爱阮伫即个过程中间得到学习。所以伫顺境的时阵，求主你互阮会当时时刻刻来陪伴阮家己，来接受新的挑战。因阮知你爱阮日日来成长，伫成长的中间，你爱阮会当搁较来跟对你，搁较来为着你所指示的道路，阮会当为你来做见证，也会当享受有主你的同在。主啊，但是伫逆境的中间，求主你互阮会当医治阮的信心。阮伫逆境的时阵，拄着挑战困难的时阵，主啊，求主你改变阮。阮毋是大声就埋怨人，阮是大声用祈祷你来做开始。主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会当把握
每一遍拄着挑战的机会，因为阮知，只要阮倚靠你，只要阮认真听你的话，注目伫你的关联甲气力，主啊，你是爱阮伫凡事咧，拢会当得到学习，互阮信心哪来哪坚强，互阮也会当伫万项事的中间，主啊，你互阮的生命会当持续来进步，信心哪来哪坚强，主啊，伫凡事的中间，恳求上帝你互阮有一个学习的心，因为阮知你的旨意拢有你美好的意思，凡事的发生，拢是有助你大关联的安排。恳求上帝你也互阮会当伫兄弟姊妹中间，阮彼此来扶持、照顾甲关心。你互阮会当做伙来学习你的旨意，学习你爱阮所学习的信心功课。主啊，愿恳求主你的带领，你的圣神也时刻来提醒阮，互阮自神来看你，毋是看人。主啊，愿恳求你的带领甲引带，愿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煞接就要来守圣餐，咱大声来吟圣诗356首。咱先来吟第一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做伙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耶稣讲：“恁今仔着我担重担的，就跟我，我要互恁安息。”耶稣佫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做伙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的。保罗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额头来祈祷。
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愿即马要照着你的命令，愿摆设即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同时也求你的圣神圣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你的保护，对伫你的恩典，愿得到帮赞，也会当互阮成做阮属灵的培养。这个饼，这个杯，也会当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间，互阮会当荣光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旁边。对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对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伫长老分饼的过程中间，咱来吟第二节。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即个是新约。伫我的会说日个，纪念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长老来捧杯。伫长老分杯的过程中间，咱搁来吟第二节。第二节。即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纪念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饮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
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做伙伫咧。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充满关联、甲稳定的主上帝，愿专心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你极大的疼痛，你予阮会当有份来领受你的圣餐，予阮透过阮所食的饼、啉的杯，予阮通培养阮灵魂真活。佫会当互阮佫一遍伫着提醒，互阮明白，就是你疼阮，你欢喜阮，阮也知影，阮是真正圣境奥妙身躯的一体，阮彼此透过做伙领受，阮也彼此。拢是一个属灵大家庭，基督身躯的一体。所以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献上阮家己的时阵，也恳求你会当欢喜接纳阮，搁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持续。即款圣洁的交通，对即时到永远，愿拢通荣光你。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第3节，也请长老来收杯。下面咱三个来吟回应圣诗589首，圣诗589首，亲爱主，牵我手，引带我，得徛在我因下真软弱上失败，平风影过暗暝，带我行入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即搭咱三个起立来吟。Oh
下者，下面奉献，咱请余杨执事加邱美执事来出现。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今仔日主日礼拜，咱共修圣餐服侍是明长老加梁长老。第二礼拜了后要举行中职会加小会，请中职来劳保。第三，一柜新港讲的特警手册已经寄来吼，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咱伫迄个招待道顶悬。咱来客，并邀请咱兄弟姊妹出席，逐个礼拜5下暗7点半，新安宫特警聚会。第四，就像恁感冒，咱有看新闻吼，即马佫开始咧报咱呼吁大家来做好个人的防疫，有镜头，也是讲摕得较差，兄弟姊妹，咱爱随时爱注意吼。第五，需要牧师探访，也是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咱甲牧师也是甲中职讲，咱来安排。主日礼拜礼拜甲经文，咱来家己来看。过来，咱看倒手边的部分，主日礼拜，主日礼拜上午10点，先看对连上8点45，咱拜五拢有每周的圣安宫的查经，伫下暗7点半。拜六，每一个月插会班上午10点。过来，圣港厨房的部分，今仔日招待是素琴节甲槟榔乡，插会是张老师，清扫是明义长老。后礼拜讲道叶牧师，书会是余杨执事，素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梁长老，书献是我本人甲邱美执事，招待是谢宝姐甲苏长老。插会是梁长老，清扫是谢宝姐。过来，迄个顶礼拜奉献统计部分，咱也有出入的，蔡甲我也是邱美执事来见证。咱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白话汉字本来读一遍，大家读2遍。妖法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到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来，请。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到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到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然后是我的力量，我
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尊崇他。出埃及记5章2节，咱大家来互相请安问好。平安。咱若啉煞尾可能是咱领上帝祝福较切恳。圣诗401首，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我永无退，赐平安，完全平安坚心勇敢度万难。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我永无退。唱散了后，咱请牧师来做歌。请起立来吟。咱咱的奇迹就是无论路安怎行，上帝拢咧带路。所以咱爱做的就是注目看上帝，听伊的话，照着伊所指示咱的路来行。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永远免少恁，也有主庇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